原住民的年轻人在流行，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首播一个，就是在原住民电视台首播一下一个原住民的青少年未来会流行的趋势的 MTV。这个 MTV 在讲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最重要的意义要呈现给大家？其实这个 MV 用大家，我觉得这个时代流行的元素就是电子音乐嘛，电子酷手嘛，酷手排舞啊，排舞。可是阿美族能歌善舞，其实我们也有排舞的，就传统的跳舞方式也有排舞。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把母系社会跟年龄阶层要表现的精神表现出来，但是就是用大家可以接受、了解的方式。了解的方式，对不对？这个 MV 呢，这个不是只是单单一个好看、好玩、好笑的，觉得很开心的 MV， 因为它代表了原住民现在青少年一个认同的一个彰显自己的文化的能力。我们一起带大家来看一下俗命的 MV 嘎巴，一起来看一下。
民时尚流行的就是这个哈，我们待会要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 MV， 你也觉得年轻人这个很需要被关心，或是现在原住民的到底流行什么，可以来告诉我们02239989口音进来，只要说8点打给我。撒一责任。好，有没有看到很有力气？有没有？休息一下，然后回来撒一责任带给我们精彩的8点打给我。耶！